澳門呢座連接世界嘅橋梁，正以創新為引擎，點燃未來。作為澳門地區規模最大、覆蓋行業最廣嘅年度盛事，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為青年創業者開啟通往全球嘅黃金賽道。2026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已蓄勢待發，現正全面啟動，馬上報名。秉持國家與澳門發展戰略，我哋持續優化創新創業生態，吸引全球頂尖科創企業與青年人才匯聚澳門，共同推動科技創新，加速科研成果轉化，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注入澎湃新質生產力。11年嚟，大賽累計誕生逾120個獲獎項目，累計獎金總額超過600多萬澳門元，見證無數創業夢想嘅輝煌實現。2026，我哋聚焦創業大賽核心價值，10個國際頂級創業大賽推送賽道，獎金池總額近100萬澳門元，6個常設獎項，2個冠名贊助獎項。總決賽選拔近60個獲獎名額，成就你嘅創新大業。持續搭建國際級創新創業平台，讓澳門項目喺全球頂級賽事中嶄露頭角。直通賽道包括中國國際大學生創新大賽、中國創新創業大賽前海港澳台賽、HiQ全球創業大賽、中關村國際前沿科技大賽及 Jumpstarter 環球創業比賽等10條黃金賽道。我哋提供全方位多維度嘅創業支持，助你夢想騰飛。包括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項目孵化支持、澳門中銀金融策略服務與融資支持，更有機會參與粵港澳大灣區企業交流團，直接對接頂級投資機構，獲取商業融資機會。機會稍縱即逝，報名通道已全面開啟，立即行動，燃點科技創新引擎，重塑新質生產動力。2026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報名通道全球開啟。